在学校你们有讲普通话吗？老师有讲普通话吗？有。有的 OK， 那你是不是普通话的听力和阅读还有口语都还是有基础的，对不对？OK I 有。 got you。 拼音有没有学过？我们来猜一个食物，这是什么？能看出来粽子，对不对？这是我们什么节日会吃的东西？端午节。端午节，正好今天我们对的，正好我们今天上课的日子就是端午节，第3个字的发音是节日的节。很好，你今天有没有吃粽子呀？有。你观察妈妈第2个拼音上是不是这个啊上面没有标音？比如说我带了一些零食啊，来到班里，我想分给一些，我不会说你吃吧，對吧？會顯得好像不太自然，我會說你吃吧。YOA 嘅英文、葡文、普通話而家仲新加咗西班牙文，都有免費試堂，快啲嚟領取啦！